首长，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苦茶，虽然你们刚读完蜜月，但是今天的任务必须你们去做，因为在咱们队里只有你们能完成今天的任务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我就爱听这话。你们今天的目标是最近在本溪非常猖狂的飞图中的一个头目，说好叫魂师魔王，证明现在 I don't know。他现在在哪一带活动？据现任报告，现在他独自在家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他可能有枪支，逮捕他之后马上向我报告。好，请首长放心。好吧，你们去吧。小妞，来让我亲一下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还害臊！我跟你说，我干过这么多女的啊，头一回干警察，嘿嘿嘿！今天把头抬起来，苦茶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走，此地不能久留啊，否则会有危险的。走走走，咱们走，跟我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你个小瘪犊子！给我们兄弟杀前走啊！把枪放下！你们是坏人，我是警察，一定要抓你们！别他妈废话！你杀我们人，我就杀你们人！
你要干什么？兄弟，把娘们我干了！我今天就留你条狗命啊！回去报道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也让你感觉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兄弟们，咱们走。寻啥呢？走啊！老婆，都是我害的你呀！玩刺激找补场，加汉队102区紫色天蓝战队是您明智的选择。本战队纪律严明，改名做视频，不干可以变更，有技术者都可以。学习3个月，学费全年招生。联系人酷选手，听众群9895919，9895919。